如果你每日嘅第一個鐘頭可以徹底改變你人生，你會唔會想試下？好多人一朝早起身就覺得生活卡住咗好大壓力，好似透唔到氣咁，又或者完全冇動力，心入邊其實好想改變，但唔知應該點開始。Hal Elrod 嘅《The Miracle Morning》奇蹟嘅早晨啦，就俾咗一個簡單又實用嘅方法咧，幫你激發潛能，過一個更有意義嘅人生啦。佢話，只要你改變你朝早嘅習慣，你就可以改變你個未來。呢本書咧可以話係一個全球現象嘅，已經賣咗超過300萬本啦，翻譯咗做30幾種語言，仲有成千上萬讀者組成社群，一齊實踐書入邊講嘅嘢啦。最核心咧就係一套叫做 Life Savers 嘅方法，有6個簡單嘅早晨練習，幫你提升專注、動力同埋幸福感。雖然我哋而家唔會逐個長講，但係可以話俾你知，呢6個練習都係經過精心設計，想用最少時間帶出最大效果，而且好容易就可以融入你每日生活入邊。講翻作者 Hal Elrod，佢嘅人生真係超級勵志。20歲嗰陣，佢遇到一場好嚴重嘅車禍，爭啲連命都冇埋，醫生仲話佢可能再都行唔翻得。但係最後佢唔止重新學識行，仲做到馬拉松跑手。之後到咗37歲，又確診咗一種罕見癌症。醫生話得30%機會生存，結果佢又一次戰勝命運。但係因為呢啲經歷啦，佢更加相信只要你有意識咁去改變你嘅習慣，無論幾大挑戰都可以撐過去。佢嘅故事真係為本書加咗好多說服力。呢條片嘅目的好簡單，就係想幫你抽出 The Miracle Morning 入邊最精華、最實用嘅重點，等你即刻可以用得着。你唔使完全改變你嘅生活方式，只要跟住書入邊嘅方法，朝早花少少時間就可以帶嚟大改變。我哋會一步步教你點樣實踐呢套方法，打造一個更充實、更開心嘅人生。講到早晨，其實真係可以成為你人生嘅轉捩點。由朝早開始作出一啲簡單改變，唔止係令你嗰日過得好啲，仲可以慢慢影響你成個人生嘅方向。作者 Hal Elrod 咧就堅信，你點樣開始一日，會深深影響你喺各方面嘅成功。佢話得好清楚，你每日醒嚟嘅方式同你有冇固定嘅早晨習慣，係會直接影響你喺人生每個領域達成幾多。聽落好似好誇張，但你試下諗下，朝早起身係咪真係會影響你成日嘅心情、效率，甚至做人態度？早晨唔只係一日嘅開始，其實係你未來人生嘅開始。只要你有意識咁善用呢段時間咧，就可以幫自己定一個好嘅基調。點解早晨咁關鍵啊？因為呢段時間就係你最未受干擾、最純粹屬於自己嘅時候。作者講得好啱，朝早係定你一日節奏、定你心態嘅黃金時段。咁你可以揀醒咗就打開手機，衝出門口，搞到成日都好似追唔切時間。又或者你可以慢慢建立一個屬於你自己嘅儀式感，輕鬆但有意識咁開始新一日，好似打好地基咁樣。朝早習慣一搞掂呢，你一日都會更加有方向、有掌控感。講真，Hal Elrod以前都唔係早起人嚟嘅，佢都同你我一樣，中意冚再瞓5分鐘制，一冚就冚到遲到。但有一日，佢決定轉變，開始試下早起。結果點？佢發現唔單止工作效率提升咗，創意都爆燈，仲有時間靜靜地計劃自己想做嘅嘢。由一個迷迷糊糊過日子嘅人，變到成日充滿動力，有清晰方向。佢就係親身證明咗，早晨係人生最強大嘅轉捩點之一。咁到底咩叫有目的嘅早晨？你諗下，大部分人嘅朝早係點？鬧鐘響，冚熄又再瞓，起身超趕，刷牙換衫出門，完全冇時間思考，只係被動咁回應生活。但係 Hal 提倡嘅係一種主動生活模式，你主動掌控你朝早，而唔係俾時間拉住你走。可能淨係用5分鐘靜靜計劃下今日要做咩，做幾個簡單伸展，飲杯水，聽下書，就係呢一啲細節，慢慢令到你由被動人生變成主動人生。有冇諗過成日冚再瞓一陣制，其實唔只係想多瞓幾分鐘咁簡單。Hal 話嗰個制係一種心理上嘅抗拒，你唔想面對新一日，唔想面對挑戰，唔想面對你想追但係又怕追唔到嘅夢想。咁每撳一次，實際上就係同你自己講，唔好搞我住，遲啲先啦。所以佢話每一次你唔撳嗰個掣，就係同自己講，我準備好面對今日，準備好負責我嘅人生。
咁書入邊咧，仲提咗一個例子咧，講一個好忙嘅人啦，試咗早半個鐘起身，只係咁少少時間咧，佢會靜靜咁計劃下今日要處理咩工作，家庭上有咩要留意，甚至寫低幾件最重要嘅事。結果點？幾個禮拜之後，佢發現自己唔止喺工作上面更專注，仲有更多精力照顧家庭。簡簡單單嘅一個小改變，帶嚟成個生活嘅質變。可能你而家會諗，我真係唔係早起人，5點起身，唔好玩啦。其實作者都明白，唔係個個天生都係早晨型嘅，但係佢強調啦，我唔係朝早人啦，只係一個你俾自己嘅標籤。你可以唔係一下子變做5點起身嘅人，但你可以早15分鐘試下，慢慢建立新習慣。早起其實唔係身體做唔到，而係你個心未 ready。只要你改變心態，你就可以用早晨去打造一個全新嘅你。講到 The Miracle Morning 嘅核心內容，最精華嘅部分就係一套好易記又實用嘅早晨習慣框架，叫做 Life Savers。聽個名可能會覺得有啲誇張嘅，但係其實講緊嘅只係6個簡單又實在嘅習慣，可以幫你每日朝早 reset 自己嘅狀態，唔需要你改變生活，只需要用幾分鐘時間，就已經可以慢慢累積一個全新嘅自己。Savers 呢6個字母其實分別代表6種習慣，包括沉默、肯定語、視覺化、運動、閱讀同埋書寫。呢6個習慣每一樣都好似一把小工具，幫你喺生活中慢慢建立翻專注、動力同埋內在清晰。作者強調咧，呢套方法咧非常之彈性高嘅，就算你淨係得6分鐘咧，一樣可以照做，每樣1分鐘已經夠。咁當然啦，其實即係如果你有時間做耐啲嘅效果會更明顯嘅，但係重點係唔好等到完美先開始，最緊要係開始咗先。第一個習慣係沉默。唔少人一醒就打開電話刷信息，其實咁樣只會令個腦一開波就混亂。但係 Hal 建議我哋嘗試俾幾分鐘自己靜一靜，唔使特別講究方法，可以係冥想、深呼吸，甚至只係靜靜坐喺度，咩都唔做。透過沉默，我哋可以減壓、清空思緒，為自己準備一個平靜又清醒嘅起點。唔需要做得好深，只要你肯每日做，就會感受到心境慢慢唔同咗。第二個係肯定語，簡單啲講啦，即係用正面嘅說話咧，重複提醒自己你有咩價值，有咩能力。Hal 自己喺經歷車禍之後，曾經對自己完全冇信心，但就係靠每日不斷重複講啲正面嘅語句，例如我有能力克服困難，我值得過更好嘅生活，慢慢將自己由負面拉翻上嚟。其實我哋每日都會喺腦入邊自言自語，不過好多時都唔覺意講緊啲令自己更差嘅說話。如果你肯意識地轉換用語，就會開始影響你點樣睇自己同處理問題。視覺化咧就係第3個習慣嘅。呢個做法咧聽落好似運動員會用嘅技巧啦，但係其實每個人都用得着。佢意思係，你閉上眼喺腦海中想象你達成目標時嘅畫面，唔單止想成果，仲包括你點樣一步步做，你當時嘅心情、反應，甚至場景細節。好似有個學生準備考試，每朝早會花幾分鐘幻想自己坐喺考場入邊，冷靜應答，唔慌唔忙。結果佢真係比以前更專注同放鬆。視覺化有助你心理上準備好，建立信心。當真正面對挑戰嘅時候，唔會咁容易亂晒大龍。至於第4個習慣呢，就係運動嘅，唔需要一醒就跑馬拉松嘅。其實簡單嘅拉筋、跳幾下、做幾個掌上壓，甚至快速行幾圈都已經有幫助㗎。作者強調，運動唔只係為咗健康咁簡單，而係幫你激活個腦，提高能量水平。朝早活動一下身體，可以即刻提神醒腦，提升你嘅情緒同埋注意力。尤其係喺起身嗰陣懶懶地嘅時候，做少少運動就好似係自己俾自己一腳叫醒你個人。跟住落嚟咧就係閱讀嘅。Hal 建議朝早咧可以睇一啲啟發性或者實用嘅內容，例如一本關於目標設定、時間管理、情緒智商嘅書，又或者一篇令你思考嘅短文。佢話我哋嘅成功程度其實通常唔會高過我哋個人發展嘅程度嘅。如果你每日都花少少時間輸入新知識，就等於每日都升級少少你自己個 operating system。可能你會因為一句說話改變咗成日嘅心態，甚至揾到解決問題嘅新方法。最後一個習慣係書寫。
作者自己每日會寫感恩清單、日記，又或者訂下今日嘅目標。透過寫低你嘅思緒咧，你會更加清楚知道自己喺諗乜。咁啊，重點係你可以用筆記錄你想成為邊一種人。當你有習慣嘅記錄咧，你會發現好多你以為冇進步嘅地方，其實都有變化嘅。而呢啲記錄就係最好嘅證明。呢6個習慣唔係叫你朝朝都做晒1個鐘。而係教你點樣用短時間建立一套穩定嘅個人成長儀式。你可以根據自己嘅生活節奏自由調整。總之唔使完美，肯開始就得。作者話佢見過無數人因為呢套方法喺工作、家庭、健康上都有突破。而你嘅奇蹟早晨可能就係由聽日開始慢慢改寫你嘅人生。咁講到呢度，可能你會問我跟住做晒 Lifesavers 嘅6個習慣，又點先可以真正改變到人生？作者就提到一個好關鍵嘅觀念：成功唔淨係關乎你做咗啲乜，而係你成為咗一個點樣嘅人。佢講咗句好深嘅說話嚟，你而家嘅處境啦，係由你過去做過啲乜嘢決定，但係你將來會去到邊度，就取決於你而家選擇成為點樣嘅人。呢句說話一出，好似一巴打落嚟，提醒我哋人生係由選擇構成，而最重要嘅選擇就係你選擇成為邊一種人。其實你每日朝早點樣開始，會直接影響你成日嘅狀態嘅。你有冇試過有一日好早起身，做咗啲有意義嘅嘢，成日都特別順？作者就係想話俾我哋知，透過一啲簡單嘅早晨習慣，你可以由內而外改變你自己。唔淨係話你今日做完即刻變咗一個新嘅人，而係每日朝早都喺度種緊一粒未來更好版本嘅自己嘅種子。咁當你每日都堅持做啲令你成長嘅事，好自然你會變得更加堅定，更加有自信。因為你開始知道你控制到你自己，或者自己都用親身經歷去證明呢一件事。佢有段時間患咗癌症，人生去到低谷，但係佢冇放棄，反而更加堅持每日早上做 Lifesavers 嘅習慣。咁佢話當全世界好似都失控嗰陣，唯一可以控制嘅就係自己點樣開始每一日。佢用肯定語，用視覺化，每朝早提醒自己仲有希望，仲有目標要追。結果佢唔止戰勝咗病，仲喺心理上變得更加強大。咁佢證明咗一樣嘢咧，當你嘅習慣穩陣，你就唔容易俾人生打低噶啦。不過呢啲習慣唔係淨係俾啲經歷極端困難嘅人先用得着，對普通人一樣有幫助。好似有個想創業嘅人，每日朝早用半個鐘睇書，學習生意經、行銷策略、領導力，慢慢咁累積，幾個月後佢已經掌握到好多知識，仲建立起咗信心。之後真係開始咗自己嘅事業，唔再係得個諗字。你睇，佢唔係突然之間變成功，而係靠每日朝早一啲細細粒嘅行動，慢慢砌出一個新嘅自己。講真啦，好多人唔係唔想變好，而係覺得改變太難，甚至已經放棄咗可能性。作者話，平庸唔係因為你冇潛能，而係因為你日日都自動波，重複緊一啲唔會令你進步嘅舊習慣。相反，如果你有意識咁利用每一朝早，就可以打破呢個循環。當你開始反思你人生上啲行，然後每日做少少嘢去靠近目標，咁你就唔再係將來有機會我會嬉戲，而係我而家已經喺度行緊條路。呢個過程之中，最緊要就係自我覺察。你要認清你自己過去有啲咩信念喺阻住你。例如，你可能一直覺得自己唔夠叻，唔夠資格去爭取想要嘅嘢。但係當你每日寫日記、靜心沉默，你會發現原來你有啲想法根本唔合理。你可以用肯定語嚟重新建構你對自己嘅定義，唔再俾過去框住你。每日寫低進展，你會見到自己真係一步步行緊，慢慢你就唔會再懷疑自己做唔做到。成為達成目標嘅自己，其實唔係靠一場大突破，而係靠每日朝早一次又一次細細粒嘅選擇。而你肯唔肯俾自己呢個機會，就係改變一切嘅開始。當你開始變得更好、更有方向，現實其實好快就會俾你一啲考驗。人生永遠唔會係一條直路，一定會有挑戰、有低潮，甚至有啲時候你會懷疑自己行唔行得通。但係作者想我哋明白一件事：挑戰唔係阻礙，而係成長嘅機會。咁佢有句說話講得好深啦，即使人生充滿困難啦，咁當下咧每一刻都可以係一個俾我哋學習、成長同變得更加好嘅契機。
只要你用正面有意識嘅習慣去應對，挑戰唔止唔會打低你，仲可以鍛煉你。作者自己喺20歲嗰陣經歷過一次差啲死咗嘅嚴重車禍，醫生當時話佢可能終身都行唔返，但係佢冇俾呢個判決嚇親，反而每日都用視覺化去想象自己重新行路。聽落可能好細微，但係就係呢個簡單嘅練習，幫佢保持希望，集中注意力，慢慢一步步復原，最後唔單止行返得，仲跑咗馬拉松。佢用真實經歷證明咗，當你喺最差嘅狀況都仲堅持啲好習慣，你可以真係逆轉一切。呢啲習慣啦，唔一定要等到大難臨頭先用得着㗎。其實喺生活入邊細細粒嘅挑戰都一樣有用㗎。咁好似有個人突然被裁員，成個生活節奏亂晒，壓力山大，但係佢冇被呢個突如其來嘅改變搞到散晒，而係每日朝早花幾分鐘靜心，唔係為咗逃避，而係為咗冷靜下嚟，好好整理思緒。呢幾分鐘幫佢穩住心情，開始重新規劃，包括揾課程、學新技能、更新履歷，最終唔止揾到工，仲揾到一份比以前更啱自己嘅工作。早晨習慣就係咁樣，幫你喺混亂中揾到清晰。其實講到底，早晨例行嘅作用就好似俾你一個穩定嘅基石。當你嘅人生好似喺風浪中漂浮，四周都唔穩，你可以靠呢啲習慣將自己拉返去重心。例如寫日記唔單止係記錄啦，而係幫你導出混亂嘅情緒，做少少運動，幫你釋放壓力，又或者靜靜坐一陣，清一清腦。呢啲習慣未必即刻改變你嘅處境，但會令你心理上穩陣咗，開始有力氣應對現實。梗係有人會質疑，做幾個習慣就搞得掂人生。作者都坦白講，呢啲唔係魔法，唔係萬能，但係重點唔喺於完美，而係持續。你唔需要每日都做得100分，唔需要每個朝早都成功打卡，而係你肯唔肯喺今日行一步。只要你唔停，你就會慢慢睇到自己嘅進步。而當你開始感受到呢一種進步，你就唔會再上返去以前嗰種渾渾噩噩嘅狀態啦。仲有一個好值得講嘅概念呢，就係後視鏡症候群。作者話好多人都俾自己以前嘅失敗綁住，唔敢再追夢。你可能都試過，因為以前試過一次失敗，就唔敢再冒險，唔敢再挑戰自己。成日望住舊創傷，好自然你會停喺度。咁作者建議呢，我哋可以透過早晨嘅習慣，好似用肯定語講返俾自己聽，我可以重新嚟過。又或者用寫作方式，好好咁消化舊嘢，然後放低佢。當你學識專注喺而家，而唔係活喺過去，你就會發現，其實人生仲有好多選擇，好多可能。總之，挑戰永遠都唔會停，但係你點樣面對，就決定咗你會唔會變得更強。而早晨嘅習慣就係你每日可以做嘅第一步，唔需要等啱時間，唔需要等冇壓力。今日開始做一啲簡單嘅嘢，幫自己喺亂局之中穩穩陣陣行到下一步。知道咗早晨習慣有幾重要咁到底點樣可以真正開始做呢？作者冇叫我哋一次過徹底改變生活，而係提出咗一啲簡單實用嘅做法，幫你輕鬆啲將奇蹟早晨嘅核心 Life Savers 融入你每日早上。佢話唔需要大改革㗎，只要細微調整咧，就可以為你一日定下正面嘅基調。第一步咧，其實就係喺你瞓覺之前咧，定低你第二朝早嘅意圖啦。好多人都忽略咗，其實臨瞓前嘅最後一個念頭咧，會直接影響你朝早起身嗰刻嘅心情。如果你上床前諗住朝早又要早起，好辛苦啊，你起身嘅時候就十有八九會懶洋洋。咁但係如果你換個方式，譬如諗住聽日朝早我諗靜靜咁坐5分鐘，呼吸一下，準備好面對新一日，咁你個心態就唔同晒。大腦會預先幫你準備好，朝早醒嚟嗰刻自然順好多㗎。第二個 tips 好實際，唔好將鬧鐘放喺你伸手就攞到嘅地方。作者話撳再瞓一陣係早起最大嘅敵人。如果你要起身行2步先沙到鬧鐘咧，你個身體已經開始喐，冇咁容易翻去再瞓。呢個細節聽落微不足道咧，但係真係可以幫你建立起我已經起身啦嘅感覺。然後咧就係起身第一件事飲水。簡單到唔得，但係超有效。經過一晚冇補水，你個身體其實係乾晒嘅。飲一杯水可以即刻提神，
唔單止補水啦，仲好似同自己講，一日開始啦，我準備好啦，然後你可以自然咁接住做一啲簡單嘅早晨習慣，例如冥想、伸展、閱讀或者寫日記，視乎你當日想點開始。作者仲建議，如果你想真正建立起新習慣，可以試下參加一個30日挑戰，唔需要即刻上戰場咁誇張嘅。佢話對新手嚟講，可以由6分鐘開始試，每樣做1分鐘，1分鐘沉默，1分鐘肯定，1分鐘視覺化，如此類推。聽落短，但係重點係你開始咗，而開始本身就係改變嘅第一步。當你習慣咗，就可以慢慢加長，變成屬於你自己版本嘅奇蹟早晨。唔少人都分享，短短幾分鐘嘅早晨歷程已經對佢哋嘅生活產生咗好大影響㗎。譬如有位自由工作者，每朝早留20分鐘做 Lifesavers， 讀幾頁書，做啲瑜伽，寫下日記。幾個禮拜之後，佢發現自己個腦清晰咗，靈感多咗，做嘢集中咗，甚至接到更多客。原來真正推動人生向前嘅，往往唔係啲咩激烈改變，而係呢啲持續穩定嘅小動作。不過呢，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諗咁，我真係做到咩？咁辛苦咁忙，邊有時間啊？作者完全明白呢啲疑問，所以佢都提供咗一啲應對方法。譬如你覺得冇時間，其實可以試下早啲瞓，騰出多10分鐘。你覺得辛苦呢，可以唔好一次過做晒6樣，揀2、3樣，你覺得最啱自己先做起咯。最緊要呢係你唔放棄，唔同自己講啦，我唔得。而係試住講呢，我想試下。佢仲講咗一句好有力嘅說話：每件事發生都有原因，而你可以選擇用正面嘅方式去解釋呢啲經歷。即使你覺得困難、質疑自己，都唔等於你唔適合改變，反而正正因為你有呢啲掙扎，先更加值得為自己爭取一個新開始。最後，如果你想提高成功率，有一樣嘢好有用，就係問責。唔好孤軍作戰啊！你可以揾個朋友一齊開始，互相提醒、互相鼓勵，或者加入一啲社群啊，好似 The Miracle Morning 嘅 Facebook 群組，入邊有人會分享進展、挑戰同得着。當你感受到你唔係自己一個人行呢條路，你會有更多力量堅持落去啦。習慣要時間建立，但每一個簡單嘅選擇，朝住你想要嘅人生前進一步。你唔需要做得完美。只要願意開始，就已經贏咗一半。開始咗奇蹟早晨之後，你可能會問：咁做對我成個人生真係有咁大影響咩？作者話：絕對有。呢啲睇落微不足道嘅習慣啦，其實就好似你喺水面掟咗一粒石仔，個圈漣漪會慢慢擴散開去，影響你生活入邊每一個角落、事業、人際關係、健康，甚至你對人生嘅態度。咁作者自己咧就係最好嘅例子。佢話開始每日做早晨例程之後呢，佢變得更平靜、更專注。以前壓力一大就容易發脾氣，但而家靠住每日嘅冥想、肯定語同自我反思，佢識得點樣調節情緒。結果係佢同屋企人嘅關係改善咗，朋友相處都冇以前咁多摩擦。原來只要你自己變得更穩定、更有覺知，身邊人都會感受到。唔止作者，仲有好多真實故事都證明咗漣漪效應。例如有位中學老師，每朝早堅持做15分鐘運動，有時跑步，有時做伸展操。呢個簡單習慣啦，令佢上堂前個人精神晒，心情好晒。結果教書教得開心啲，耐性多咗，學生都明顯受惠，成績都有進步。你睇，一個簡單嘅決定，可以唔止改變自己，仲可以感染成個教室。作者強調呢啲習慣嘅威力唔係一朝一夕見效，而係嚟自持續累積嘅複利效應。你每日做少少，睇落可能唔起眼，但係1年後你會發現自己行得遠咗好多。你可能開始嘅時候咧，每日只係閱讀10分鐘，但係1年之後你已經讀咗幾本改變思維模式嘅好書。你堅持運動，可能開始嘅時候仲覺得辛苦，但過咗幾個月，你會發現自己身體變強咗，精神都爽好多。書入邊仲分享咗一啲讀者嘅親身故事，有啲人透過奇蹟早晨重新建立健康生活，減磅又重拾自信；有啲人用書寫時間計劃每日工作，結果事業變得更清晰、更高效，甚至獲得升職。呢啲都唔係特別天才嘅人，而係同你我一樣，每日努力試客多踏一步嘅普通人。不過要留意一點。早晨習慣唔係打卡任務，唔係做完30日就可以功成身退。真正嘅轉變嚟自於你將呢啲習慣內化，變成你生活方式嘅一部分。正如作者所講，紀律、
創造生活方式。你每日肯俾少少時間俾自己去進步、去安靜、去思考，就已經係為人生投資。所以奇蹟唔一定要劇烈發生㗎，佢可以喺你每日清晨靜靜咁開始。習慣嘅力量就喺呢度。當你持續做啲微小但係有意識嘅行動，你唔止係起身早咗啲，而係開始過一種由你自己主導、積極、有選擇權嘅人生。嚟到最後，呢本書最打動我嘅地方，唔係佢教咗幾多技巧，而係提醒我一個簡單又有意識嘅早晨，真係可以改變人生。無論你係想變得更專注、更健康，定係揾翻對生活嘅熱情，奇蹟早晨提供咗一個非常實際又彈性高嘅方法。你唔需要一開始就完美，只要願意喺每日起身後做一啲細微改變，好快你會發現自己變得唔同咗。我自己睇完之後都忍唔住開始做翻簡單嘅冥想同寫日記。原來只係6分鐘已經夠令我朝早清醒啲，心情穩定啲，呢種感覺好值得你親身試一試。所以唔使等完美時機，就由聽完呢段片開始，試下為自己嘅早晨加多少少意識，可能你下一個突破就係由聽日嘅朝早開始